总统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嘛，伫咧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选手，而且佫风声讲，这赖总统是想要甲500块纸票的多样改做这届冠军队的意向。央行是表示会佫评估。也但是目前较真的是，这央行已经有开始咧规划12强的纪念碑。 台湾队以4-0的好成绩成为世界冠军。三军二队带出代表公营的结盟来迎接台湾英雄。总统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在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代表。赖总统是一个点名球员，学到因攻守拢有够赞。你们都是台湾之光，也因为有你们，国际社会会看见台湾，知道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，台湾还有棒球。这场胜利。 阻止了日本的27连胜呢，继续往前走。同时呢，也打破了日本国家队连续5000多个日子没有被完封。之前也许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，没有办法让大家看见我叫谁，我是谁。这次真的很谢谢各位教练团，谢谢各位球员以及后勤团队，让世界真的看见了台湾了。往后我们。 能够抬头挺胸的走向国际的舞台，迎向国际。世界棒球12强，台湾摕到冠军，让全国拢欢喜甲。他拄赖总统有想要甲这500块纸票的图改做这摆冠军队的形象，对在央行讲，若有相关意见会审慎评估。钞票更新这个本来就是各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，那如果刚好也遇到台湾钞票要更新，我想那个在钞票内容上面把冠军选手的这个。 照片或者影像放上去，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当的。纸票要改版是正大的代志，央行伫107年目估算过，根据迄当阵发行的情形，500块是差不多发行2亿张，因的成本是6.66亿。若是要甲纸票含银角啊拢收转来，至少要开6年的时间，而且成本差不多500亿。即马嘛传出讲，为着要满足球迷的期待，央行已经开始来规划发行12强摕冠军的纪念碑。我在此向听台湾的英雄们。 致上最高的感谢，我们爱棒球的心超出了极限。行政院长邓英台中岛宴请国手，除了特别准备世多社的卡片给代表队，嘛承诺讲会投入更较侪资源，做国家队上坚强的后盾。政府爱做的，唔单是成立运动部，搁要组成更较好的后勤部队，和选手搁一摆替国家来拼公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